一年一度的儿童广播营第2前登场，在3天的活动当中，予校园体验新闻的制作、手机加影片等媒体所用课程，同时邀请第一线记者、资深广播从业人员，甲校园为媒体工作者的角度，来辨别媒体甲新闻背后的真相，以及消息的真真假假。那我们的广播营主要就是说，希望小朋友来这边可以练习口语表达。那我们当然除了广播的一些技巧啊、主持技巧之外呢，我们还融入了现在的媒体识读的部分。然后我们会带领小朋友去了解说什么是网络的假消息，然后带领他们去分辨，甚至我们可能会跟他们说，如果我们今天遇到假消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利用哪一些平台或利用哪一些工具去做查证。讲师将网络谣言、假消息结合锁定游戏甲答符文的方式，予校园轻松佚佗的同时，也会当学到媒体识读，予因会当提高警觉，增加判断能力。上完课知道就是遇到新闻要先查证才可以说出去，不然就会变成假新闻。可以查证，就是利用就是一些软体啊，一些就是官方网站去查证一些就是这些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这样比较就是可以就是比较安全。该广播电台为1809年开始就持续推动媒体识读，同时透过夏令营一系列课程，予各式学童学习口语表达、媒体识读、科技应用等能力。8月2号到8月4号，第2梯次也正伫咧热烈招生当中，欢迎有兴趣的大小朋友，卡06-215-7524来报名。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。